提示句 The Deck by Fiona Farrow 菲奧娜·法雷爾的甲板。文法要點作為編寫故事嘅手法，定冠詞有時用於故事嘅名稱或者係開端，特指故事裏邊嘅人物或者係事物。一、喺故事名稱裏邊用定冠詞特指某人或者係某事物呢，可以突顯其為故事嘅核心、焦點、關鍵等，令到讀者有所期待嘅。The Night Tailors Novel TV Miniseries 九曲喪鐘小説名電視迷你劇名。The Bat Play Novel Film 蝙蝠戲劇名小説名電影名。The Translators Film 叛逆同謀電影名。The Bourne Identity Novel Film 叛諜追擊小説名電影名。二、喺故事嘅開端用定冠詞指某人或者係某事物，省卻介紹其出場嘅部分，好似係大家聽聞過嘅人或者係事物，直接帶讀者進入故事裏邊，可以產生引人入勝嘅效果。The studio was filled with the rich odor of roses, and when the light summer wind stirred amidst the trees of the garden， 工作室裏瀰漫着濃郁的玫瑰香味，當輕柔的夏日風在花園的樹木間吹拂時。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by Oscar Wilde 奧斯卡·王爾德的杜林格雷的畫像。喺呢個故事嘅開端並唔係先說明幾時幾日喺一間大宅裏邊嘅一間點樣嘅工作室，而係劈頭就用定冠詞指出呢間工作室充滿咗玫瑰嘅香味。就係咁，讀者即時被引到去探索內容嘅心境啦。